開始啊！我係 Ted，係周先生小說入邊嘅人物。佢要我踏上一部列車，兼且希望我可以去到佢自己想返到嘅過去。我知佢心入邊一直有一個秘密，佢愛過一個有夫之婦，佢叫蘇麗珍。我行入周先生嘅回憶，睇到嘅全部都係蘇麗珍嘅影子。我好似返到咗往日嘅花樣年華，不停找尋邊一個先係佢哋錯過嘅瞬間，並試圖挽留。喺呢個漫長嘅過程裏，我遇到咗好多人。我慢慢咁意識到，蘇麗珍並唔係周先生嘅全部。我諗可能我可以喺某個人身邊停低，我諗我可以中途落車。我想話畀周先生，蘇麗珍未必喺終點等佢。我想問問周先生，離開2046究竟要幾耐？倒數第二句再來一遍。倒數第二句。蘇麗珍未必在終點等他。我想話畀周先生，蘇麗珍未必喺終點等佢。我想問問周先生，不對，我從上一句開始吧，這樣我能更好一點。喺呢個漫長嘅過程裏，我遇到咗好多人，我慢慢咁意識到，蘇麗珍並唔係周先生嘅全部。我諗我可以喺某個人身邊停低，我諗我可以中途落車。我想話畀周先生，蘇麗珍未必喺終點等佢。我想話畀周先生，蘇麗珍未必喺終點等佢。我想問問周先生，